基隆的协和电厂呢是要来设第4天然气接收站，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指这涂抹有污染，甚至各方也有疑虑，所以无应该伫一个问题也未解决的这个状况之下，就来通过宽评。原底因是有提出诉愿，结果今年1月呢，互行政院甲驳回。即马环保团体是无解满意，目前已经提出行政诉讼，要来争取撤销宽评。 基隆市协和电厂改建计划宽评，去年2月伫争议中通过。环境部今年6月公告宽评结果，函文同意开发单位台电动工，宽团不满提起诉愿，不过行政院伫今年1月驳回，撤销宽团的诉愿。宽团不满伫礼拜1搁再申诉到法院。协和电厂长期土壤严重污染的问题，不管是重金属还是总石油碳氢化合物。 超标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却完全没有想到，环评会在面对台电资料刻意的错漏、假造这些问题，完完全全视而不见。宽团质疑宽评过程争议伤济，包括无解决土木污染、各项记录、破坏环境等等，由环境律师提出较大问题，也法院要提出行政诉讼。 在本案里面，协和4阶环评其实最后通过的这个东移方案，它的原本的范畴界定范围所讨论的填海地点，跟最后的这个决定的东移方案的地点，它是完全没有重叠、不一样的地点。但是本件环评却认为不需要再重办范畴界定。填海造地的工程长达整整的8年，当基隆的自然海岸会完整的被破坏殆尽，直接是影响到了原住民以及海洋的关系。宽团一群人开完记者会，今日去法院提出行政诉讼，希望法院会当撤销诉愿的决定，以及宽评处分，幸好基隆居民清气的生态环境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